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真久无看吼，我头个咱圣歌队的遐几啊姊妹咧甲我斗算讲啊，偌久无来啊，差不多10年。好，我抑个是咧做伫 Regent College 读册，即做新学生的时阵，捌伫咱的教会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1年半2年的时间。后来我就受到上帝呼召去到万南洞伫 Richmond 服侍，我伫遐服侍拢总差不多7年。差不多为2025年开始，就是去年的1月开始，我去到 Coquitlam， 遐原本有一个圣道堂，好，我就去到 Coquitlam 圣道堂做因的英语的牧师。OK， 好，不管安怎，真欢喜，也真感谢主。好，今仔日有受到教会邀请，通转来到遮，来伫遮来甲咱的兄弟姊妹分享上帝的话。咱搁做伙来祈祷一摆。主啊，阮到你面前，主啊，阮以爱，主啊，照你的话，得到你所应允互阮，不管是自由，不管是异地、逃亡，因为阮知所有伫耶稣基督内的代志，拢是阿门。所有耶稣基督的应允，拢是是。主啊，阮渴慕即款的自由，阮渴慕得到你的异地，得到你的应允。所以主啊，恳求你来帮助阮，讨帮阮的心。主啊，互阮会当来领受你的祝福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愿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拢伫地。今仔日的信息是要来讲，耶稣会当赏赐互咱每一个人的自由。今仔日的这个信息来讲呢，有4个点，我无要照1、2、3、4安尼来讲，但是咧，咱要做伙来看讲，咱人一般来讲要安怎来超找自由？煞者，咱来看耶稣安怎保证咱人的自由，还有耶稣伊安怎互人得到自由？落尾就是咱家己要安怎来保持行伫自由的中间。要过来问大家一摆，恁大家爱得到自由无？有，好，真正要得到自由。咱来看人类的历史吼，咱会当看到讲，其实咱人对自由是真正较无。甚至有一句真出名的话，讲若是无自由，宁可，OK， 对吼，若是无自由，死比死是较好吼。所以咧，为着要通得到自由，人类伫历史的顶面，捌做过足侪真勇敢的行动，这个行动甚至会当改变一群人的命运。比如讲，17世纪17世纪初，有一群为英国来这清教徒甲 Pilgrims， 因这群人伊为英国到美国的东岸迄个所在，为着什么款的自由？因追求的是宗教的自由，因较无通照着圣经内底耶稣的教导来敬拜上帝，因较无要来建立一个完全照圣经的社区、社群，因所追求的自由，后来的结果是啥物货？为这群人开始建立起世界上兴旺、世界上强大的一个国家，就是美国。但是因一开始的目标，拢毋是要起造一个新的国家，一开始的目标是啥？是要爱自由。人要爱自由，后壁会祝福会当真大，因为我相信上帝是自由的上帝。伫18世纪的上尾啊，19世纪初的时阵，英国有一个真出名的国会议员，伊的名号做 William Wilberforce， 我的名写了毋对，是 BER 吼，写了毋对。但是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人，因为伊这个故事介出名，后来讲做一块影片，叫做 Amazing Grace。
Wilberforce 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伊迄个时阵伊也受到一寡真好的牧者的造就，其中一位就是写一首像是奇异文典的作者，叫做 Newton。这个 Newton 牧师咱拢知影伊的故事，伊捌做过一只船的船长，伊这只船顶面拢载啥物？拢载着遐个非洲的奴隶，伊要甲这人载去佗，甲因载去卖。好，做苦工，总是伊后来得到上帝的启示光照，伊的生命有改变，伊成做一个伫英国伦敦迄个所在的牧者。Wilberforce 甲真侪其他的看袂惯是即种的无公义的人，因决定讲，因要来推动来改革，通互英国的即个国家内底无阁有奴隶即个制度的存在。伊为头到尾拢总伫遐着磨20年，即个自由诶，即个互奴隶通得到自由诶法案，才得到通过。即个代志毋是讲真紧的、真快的发生，但是有啥物代志伫遐咧支持 Wilberforce 即个议员呢？因为伊无法度接受人类。对相款是人类的人的迄款的苦楚，伊无法度接受有遐侪非洲的男女、遐非洲的百姓得到即款无公平的待遇。伊看到遐个人所受到的苦，伫伊内底，耶稣基督的心吹表，互伊通来为着遮个人的自由，伫遐着磨20年。这个运动后来得到愈来愈多人的支持，总算伫这个法案通过了后来去执行的时阵，互遐完全无通看到望的人，遮尔久的时间拢无自由的人，总算通得到头棒。美国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宣言，就是美国独立宣言。伫即个中间，遐个美国的建国者，因是安尼讲的，伊讲人生来拢是平等的。因也伫遐讲，望伫即个宣言的内底写着讲，要来保障所有即个国家内底的人，有因对上帝遐来的权利。啥物款的权利呢？就是人有性命的权利，佮有自由甲追求快乐的权利。真水的一个愿景，咱今仔日圣歌队也唱一条歌，叫做《愿》。这就是讲到咱人心内拢有渴望，这个渴望是上帝，伊放伫咱心内。因为咱知影圣经有一句话讲：上帝的灵伫倒位，倒位就有自由。咱的上帝是一个自由的上帝。若是咱伫啥物所在看到有暴政，咱伫啥物所在看到人受到因的政府的压制，迄就是无上帝的所在。但是照你讲，若是有耶稣的光照的所在，咱就会看到自由的制度，咱就会看到讲一群人自由来生活。头我讲，人为着自由会当做出真侪真勇敢、真厉害的作为。即款的咧，咱若是去转去看历史的内面，也阁有足多。不论是倒一个文化。倒一个民族，也是讲伫倒一个所在，所有的人心内拢爱得到自由，而且咱也爱帮助人得到自由。我认为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奇妙的所在，就是讲伊毋定定看到咱人对自由的渴望，但是耶稣咧。伊甲咱耶稣做一个真大的宣告。耶稣讲，若是相信伊的人，伊拢要享受互因真正的自由。自由毋是伫耶稣基督内面，自由毋是一个愿望、一个愿想尔。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自由是咱真实通得到的。咱当爱做一项代志，
就是相信主耶稣。耶稣以永远的自由，会当得到，会当互咱拢通得到得到脱离压迫。就亲像讲，人伫历史内底有遐侪勇敢的行动，会当互人脱离暴政甲无公义。但是耶稣要互人得到的自由，毋是即种讲身体的自由尔。耶稣要永远的自由，是袂受到你的环境，无受到你的社会的地位来限制，迄款的自由。不管你的身体是受捆绑，不管你的身份是奴隶还是自由人，耶稣所享受的自由，拢会当甲你同在。所以，佫一摆，耶稣享受的自由，无受到咱外在的环境来限制。耶稣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，因为咱知一个人的外表有可能伊有自由，伊要爱去倒位拢会使去，但是伊的思想、伊的意志，也有可能受到捆绑，敢毋是？耶稣伊拄开始伫地面上在传道的时阵，所以我今麦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安怎保证咱的自由。伊开始伫地面上传道的时阵，咱会记得伊伫会堂徛起来，读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主的灵伫我的心上，因为伊用膏，还是讲用油，甲我抹，叫我传福音互散乡的人。查看我宣告，受掠的得逃亡，痴迷的得到看见，受压迫的得到自由。这是路加福音4章18节。所以咱知影，自由是耶稣基督伊教导中真要紧的一个信息。而且耶稣伫地面上的服侍，就是伊无论去到倒位，伊拢互人得到自由。不管是互人脱离这个邪灵的压制，还是病痛的捆绑，还是罪的奴役，耶稣就是会当互人完全得到自由。讲到这，咱来想看觅，人敢真正会互这个邪灵，还是病痛，还是罪来甲咱捆绑？若是真正会，耶稣敢真正通互人对着这个邪灵的捆绑、压制？还是病痛，还是罪来得到自由啊？你若是心内对这抑阁有犹疑，我想要甲恁各位来分享一个故事，就是我古早，这是古早，我还未来到咱的教会实习。好，迄个时阵，我伫台湾昆新教会的代志。我伫加拿大温哥华遮读了大学，我有转去台湾教册，高中教册，拢总教6年。后壁的3年，我就伫咱即个黄淑玲姐有道开拓的即个台南昆新教会，伫遐带青少年，也有做司琴啊，还是圣歌队的服侍。伫教会若是拄着兄弟姊妹，我会爱甲人开讲。有一摆就拄着一位姊妹，伊叫做珍珍，珍珍伊信主的即个过程足奇妙的。我还袂明白伊，还袂甲伊讲话进前是几啊年，伊就信耶稣啊！伊信耶稣是安尼，有一日伊伫昆新遐个菜市仔咧卖菜，有一个查某的传道人去到即个菜市仔，甲伊传福音。伊虽然伫遐咧无闲伊也卖菜啊，有人客，但是咧伊也是伫遐甲伊伫遐讲。听即个传道人来甲伊讲福音，讲耶稣。讲煞伊真感动，伊菜拢卖了，伊还搁伫遐咧甲伊讲。所以咧，伊就甲即个传道人讲，伊愿意来信耶稣，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伊的心。所以即个传道人就甲伊祈祷，煞，真伊讲伊听到伊的后壁，足大声的一个什么，一个。锁链断去的声，伊讲伊听到迄个声，就伫伊的脚趾边，还是伫伊的身躯后壁遮就对啊！哇！伊讲袂输咧，就是一条锁链断去，而且迄个重量，原本迄条锁的重量，就为伊的身躯安尼无去啊，
为伊的身躯顶面有人甲伊提走去啊！伊讲，伊到迄个进前根本毋知影家己是受着捆绑的，但是咧，为迄日开始，伊知影，因为伊要过去拜遐个偶像，伊要过去拜遐个假神，所以伊要过受着偶像崇拜的捆绑啊！伊也无过再受着伊的罪的捆绑。伊拢毋知影，到迄日的进前，伊甚至毋知影讲家己已经真做罪的奴隶。但是上帝伫迄个伊信主的迄个时阵，行即个大的神力，互伊通得到自由。真正的故事是真的，我毋知影咱少年者还佫会记伫要，但是今若是佫有机会去拄着伊吼，会当甲伊问即个代志。我另日若是我佫来找伊，我会去甲伊问，因为我已经小可袂记得一寡代志的细节 details， 伊拢记了足清楚的。好啊，所以咧，咱着爱知影。咱着爱知影讲是安怎话的人，若是明明咱有一个骚人伫遐，好，亲像即个真正的代志，太有人伊会拒绝耶稣要享受互咱的自由，亲像真正家己拢毋知影讲有迄条骚人甲伊捆绑条的，大家毋知影，还是讲无要爱，无要真爱得到耶稣互咱的自由，就是因为咱家己毋知影讲无迄条骚人绑条的生活，还是啥物款的。因无法度相信，也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是家己一直活伫这个真可能受困着的光景的内面。因为安尼，这互咱明白讲，是安怎耶稣互咱自由，是遐尼要紧的代志。若是耶稣已经保证互咱要这个自由，伊安怎通互咱得到自由咧？这咱就甲咱带转来，咱头挂所读的圣经节，就是路加福音第5章。咱为这个故事，这个鄙视大敌边啊，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人，伊安怎得到自由？这个故事，咱来看耶稣安那来偷帮伊。耶稣伫这猪仔边，甲这个人问一个真要紧的问题，就是甲伊问讲：啊，你要得到好无？你要通得到医好无？但是这个人安怎甲耶稣应呢？伊敢有讲好好，耶稣你紧甲我医？无呢？这个人伊明明已经伫遐体38年啊！耶稣甲伊问讲：你要得到好无？伊讲：我感觉无可能呢。伊有足多的理由，伊有真多的故事通讲，但是伊感觉伊无可能得到医好。伊甲耶稣讲的迄大段话的意思，就是讲：耶稣啊，你敢知影我伫遮已经提偌久啊？迄逐摆吼天使都来要拉迄个猪仔内底的水的时阵，我拢无法度第一个落去，无人甲我赶过，还是甲我抛过，拢无人会当甲我帮忙，所以我太有可能得到医好咧。这个人的答案，就亲像我头壳讲的形容的迄个情况，就是真侪人，伊无相信讲，还是无感觉讲家己有需要得到医治。这个人，伊无相信耶稣会当甲伊医好，伊也无相信讲，就算伊得到医治，伊的生活会更较好。伊已经真习惯即款的生活，无行动的自由，无法度起来行。伊已经感觉讲，这就是伊人生的全部，所以伊看袂到别款的可能性。咱今仔日伫教会外口有真侪人，甚至伫教会内底也有真侪人，也是无明白，活伫自由的内面，会比活伫捆绑的内面加足好诶。真正诶。咱若是会当活伫自由的内底，咱若是知影活伫自由的内面，比活伫捆绑的内底加遐尼偌好，咱就袂爱继续活伫罪的捆绑，也是任何的捆绑的内底。所以煞接来，当咱更较深来思想上帝的话的时阵，
我毋望大家搁再思考一摆一个问题，就是咱宁可活伫自由的内底，还是咱宁可继续做奴隶？我安尼问的缘故，是因为就算咱已经是基督徒，咱也是有可能受到罪的捆绑。但是每一摆，当咱愿意离开罪，愿意个回头转来上帝面前的时阵，咱需要耶稣基督设立的带领来甲咱讨绑。咱的心内底随时要有这款的态度，讲我以爱耶稣，互我得到自由。咱毋通参像这个人哦，安尼掠条家己的管啊，无要放，安尼继续摆脚地来行咱的人生。因为耶稣已经应允，互咱要互咱得到自由，所以咱的人生应该是通甲耶稣来做伙来奔走，通甲耶稣做伙来陪迄款自由的人生。但是咱已经是基督徒真久啊，但是咱甲某种的一款的 addiction， 吼，伫遐咧 struggle， 咱无法度甲伊赢过。若是咱的心内底有真侪的烦恼，真侪的惊吓，若是咱的思想陷伫即个固定的一款的pattern 的内面，咱无法度改变咱迄个思考模式，想法真负面，还是讲咱拢无时间读圣经，无时间祈祷。你若是陷伫即个中间，你感觉无法度振动，你感觉真困难改变。今仔日你需要耶稣来互你得到自由，而且真趣味就是有当时耶稣伊无得甲咱等呢，伊无等即个人甲伊讲好啦，耶稣我要爱得到好，耶稣无等咱甲伊讲耶稣我要爱自由。伊就已经开始伫咱的生命内底伫动工啊！因为伊早就看到咱的需要，伊也愿意为咱每一个人来做伊为着迄个病人所做的代志，就是甲伊讨放，甲伊医好。咱知影即个人，伊甚至拢无甲耶稣应，伊无讲好啦，还是讲主啊，我愿意，我要爱得到讨放，我要爱得到好起来。但是耶稣伊犹原怜悯伊，耶稣家己就伸手，甲伊祈祷，叫伊起来，互伊得到自由。但是咧，互伊得到好了，这人徛起来了，耶稣有互伊一个警告，甲伊讲：你已经得到医好啊，毋通阁犯罪，免得你的境遇阁较歹，还是更较歹。咱知影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囝就是互你自由，你就真正自由啊，这是真理。但是咱若是爱学习讲，要如何来保持咱的自由，毋通阁转去到咱古早的境况的内底。所以煞只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咱要安怎继续来行伫自由的内面。圣经有真侪所在，互咱看到讲，上帝毋望伊的囝儿是自由的囝儿。所以煞只我要来甲大家分享两个为圣经看到的原则，为这两个原则来学习，咱要安怎保守咱的自由。我想第一个就是爱互上帝的话充满咱的心，还是充满咱的心思意念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咱爱顺探圣灵来行。咱今仔日头起先读的圣经节是为诗篇119篇内底出来的。我的版本甲咱今仔日读无啥共款，但是咱的版本实在是真好的一个版本吼。这个版本伊所讲的就是讲，我是读和合本的，和合本伫诗篇119篇45节讲，我要自由来行，因为我超找着你的教导。上帝的教导就是上帝的诫命，上帝的教导也就是圣经的话。
当咱有上帝话充满伫咱的心的时阵，咱就会当自由来行。这个诗人伊甲咱会当自由生活，形容做讲咱行伫一个旷阔的所在。行伫旷阔的所在，就是咱无受到限制。当咱有上帝话时阵，咱的生活就有清澈的准绳。所以，咱若是照着上帝引出来行的时阵，咱就袂行去灾难的中间，咱就袂行去入到患难的中间。这是特别有意思的，因为咧，遐无遵守上帝诫命的人，无信上帝的人，因定定感觉讲，因的自由是比基督徒更较大。无行上帝诫命的人，因讲，阮比基督徒有更较多的自由。这敢是真的？伫足侪年前，我嘛捌替一个牧师翻译，我为国语翻做闽南话。伊有一个广播的节目，因为伊是一个，伊甲一个基督教的福音机构合作远东广播，伊伫遐有一个节目。伊即个节目上远把放送到即个西藏迄个所在，铁北的所在。有一摆，伊伫香港录音咧休息的时阵呢，伊去一个码头的所在，伫遐拄着一个人，一个查甫伫遐咧食薰，所以嘛，甲伊要分一支薰互牧师。甲牧师安尼讲话，才知影即个是基督徒，所以伊无食薰。所以即个男的就甲即个牧师讲：恁基督徒一点仔自由拢无。你也袂当食薰，也袂当跋筊，袂当想要爱做啥就做啥。牧师安怎甲伊应？伊讲，但是我有一个代志，我有自由通做一项是你做袂到的代志。所以迄个人就甲牧师问讲是啥物代志？是我做袂到的。牧师甲伊应讲，你无食薰的自由，就是讲，即个人伊已经真做食薰的努力啊。伊无法度无食薰，但是咱做基督徒，咱的自由是安那？咱有法度 say no， 咱有法度拒绝罪恶的捆绑。咱的自由敢毋是更较大的自由？所以上帝要赏赐互咱一个顺服伊的美好生活，是自由的，因为伫咱上帝所互咱的即个范围内底，咱的自由是一个保障咱平安的自由。但是，若是咱的心内底要牵调上帝的话，要上帝的真理伫遐充满咱要安那真正自由的来经过咱的一生呢？头家已经讲，咱基督徒有 say no 的自由，上帝互咱即款的自由，叫咱会当去煞对着的白贼话。会当逃离撒旦的网络，也互咱通安那通远远来离开试探。但是咱若是对上帝话无够明白，对上帝话无够清楚，咱要安怎知影？对着即是咧甲咱讲白贼。咱要看着，咱要安那该看会着咱头前路人的陷阱。咱要安那得着咱为圣神通得着的帮助，来离开试探咧。所以后一步，咱若是要意爱咱保持咱伫耶稣基督内底的自由，咱的后一步就是咱来明白上帝的圣灵，还是咱长老教会讲圣神啦。我较习惯讲圣灵。好所以咧，圣灵咱若是清楚，咱若是真正明白圣灵，主的圣灵就通帮助咱行伫自由的内底。行伫自由的内底，通互咱每一日拢会当享受这个自由。但是这也表示，咱逐日拢爱顺探圣灵来活，毋是讲要来为着来满足家己肉体的私欲来活。加列太书5章16节真出名的一句话，就是讲：恁爱顺探圣灵来活。毋通来满足肉体的情欲，爱照上帝的圣神来行，就毋好正肉体的私欲。
咱若是要失去咱伫耶稣基督来自由上紧的方法，就是体贴家己的肉体。咱感觉肉体的需要赢过上帝的需要，所以咱就放纵互罪性的欲望来控制咱的思想。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咱的心开始甲上帝做对调，咱就无够有法度自由来顺探上帝律法，自由来顺探圣灵。安尼，咱的思想诚做罪的奴隶，咱的思想诚做满足肉体需要的工具。咱无搁在想讲我要安怎讨上帝的欢喜，但想着讲要讨家己肉体需要的满足。咱来想看觅，咱凭良心吼，咱人若是伫感觉忝啊、无聊的时阵，咱即阵大家拢啥？咱就有手机啊，有 iPad， 有遮个物件，对无？安那就摕起来啊，开始伫遐一直看，啊，这手伫遮滑手机，啊，滑拢滑袂了呢，吼。啊，莫讲别人，啊，就讲家己就好，讲我家己。啊，有当时我总算有闲啊，想讲我紧来看 YouTube， 来看即个什么演算法 algorithm， 甲我介绍什么影片。因做到厉害呢，因竟然拢是我上要看的，做侪无输的讲道拢做好的。吼，还是讲做侪影片拢是我上要爱知影的知吧 ？OK， 但是呢，要来讲一个奇怪的代志。有当时我即马打想讲，我要来放松一下，放好轻松的。吼，我啥物拢无要想，我要来看影片啊，我要来安那奇怪。我安尼开始做的时阵，我头壳内底开始有这个诗歌伫遐循环播放。开始有一条诗歌，更毋是最近捌唱过的歌，有当时是足久无听到的歌，都伫我的即个头脑内底一直伫遐咧放。我甲恁讲哦，我若是看圣经的时阵，我的头脑是足安静的，我会当作专心看圣经，看偌久，我的心是安静的，我的头脑是清楚的。但是我若是即个时阵要来看 YouTube 的影片，奇怪，即个头脑安静袂来。迄个诗歌伫遐咧放的时阵，我就知影啊，可能这是上帝在甲我叫啊。我状况若是较好的时阵，即个诗歌开始在放的时阵，我就会停落来。我来要伊讲是毋是圣灵有话要甲我讲，但是搁较侪的时阵，而且我要甲大家讲，我真正望咱大家拢毋是安尼，吼，就是讲。我虽然听到迄条歌伫遐放，这是上帝在叫我莫继续看，但是我也是继续看落，我就是无爱听落来。我甲圣灵的感动，甲伊安那，甲伊砍过，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这我无建议大家安尼做。搁较久以前，我还搁伫台湾咧食头路的时，伫遐咧教高中的时阵，我有一摆，因为伫台湾沿暗拢有即个日本出通啊看。OK， 所以时间到我，这是做久以前，即马可能嘛无啊吼。做久以前，逐工到毋知8点嘛，9点毋是8点，9点的时阵有日本出通啊看。啊，我会想讲啊，时间到要来看电视啊。我有一摆哦，伫我的房间行到隔壁迄个房间，因为电视伫隔壁的房间，无伫我的房间内底。我若要为遮行到遐的时阵，雄雄一句话入来，我就知影这圣灵在甲我讲话。伊甲我问讲：啊，你敢一定爱看？真正，咱若是顺探圣灵咧行，咱甲上帝同行的时阵，伫咱要做一寡较无好的决定的时阵，上帝的灵会甲咱提醒。啊，迄摆互我一个真大的提醒，就是讲，其实我真正无一定爱看，看是浪费时间，啊，搁空我1点钟去困，计工起来要去上班啊，精神无好。所以这是做简单的道理，总是咧。若是咱诚做的努力，若是咱诚做影片的努力、追剧的努力，若是咱诚做 social media、Instagram， 我毋知咱大家即摆咧看啥吼。咱若是诚做即款物件，咱若是受着困巴的时阵，诚困难无去做。所以咧，
咱抗验上帝的圣灵伫咱的生命做主宰。用我来安尼讲 ，Internet 网络已经差不多成做现今这个世代的人上大的陷阱。但是呢，圣灵伊也有有法度，互人脱离这个 Internet 这个网络。亲像我家己的经验，圣灵伊会真正温柔，甲咱为毋对的方向掠转来，甲咱带转来，甲咱讲啊，你敢一定爱看？有当时啊，咱看的物件的本身的内容是无偌歹，诚好，甚至是诚好的内容，吼。但是真正大的问题，毋是迄个内容哈，真正大的问题是，即项物件对咱的生命提起偌济的时间，伊提起的可能是你本来当陪伴你的厝内底人的时间，所以呢，若是久来，即个 Internet 伊就破坏你甲你的家庭的关系。也有咧，有当时啊，咱有的人真正诚做即个，像讲 Facebook 的努力，因为你诚要爱人甲你按赞，吼，你感觉讲这做要紧诶？若是今仔日无35个赞，我就无爱去困。我毋知影吼，我毋知咱的情形是啥物货，吼。有的人伊毋是安尼，有的人伊是遐个 games、video games， 吼，游戏的努力，食一粒饭来摕出来算。我有一摆就。我著莫讲倒一个教会，但是伫我无会其中一个教会，食饭的时阵，啊好，大家拢手机摕出来，开始耍游戏。我著开始看，即个在耍啥物游戏，迄个在耍啥物游戏。啊，歹势吼，大部分的人拢是70、80岁的，摕出来在耍游戏哦。真的，我想讲，啊，这个时阵毋是咱大家做伙来食饭要开讲吗？啊，哪会你也在耍游戏，啊，你也在耍游戏啦，吼。做有当时感觉讲有一点仔好笑啊，吼，好啊，有的人呢，咱嘛有的人是看小说，也是 shopping 哦，咱遮有够侪，我歹势哦，伫遮我有当时拢会，若是阮兜的人，我会甲因开两句。阮爸爸换过几台车，毋知咱兄弟姊妹敢知？我家己的爸爸换过51台车，51架车，吼，你若是捌听过？莫讲是我讲的，好，但是即个情形就是讲，一个人伊真正为着一个物件，伊会受着即个代志的捆绑，这是要安怎办较好吼？但是咧，咱还爱知影圣经安怎讲啊？你著袂继续沉落，吼。圣经有一句话啊，我无写伫遮歹势，但是我读互大家听。约翰一书2章16节。约翰一书2章16节，甲咱讲，若是属伫世间呢，踮伫世间呢，是肉体的私欲、目睭的私欲，甲人生的骄傲。这是踮伫世间，这毋是出伫咱天顶的老爸，这是对世间来的，毋是上帝遐来的。肉体的私欲、目睭的私欲、人生的骄傲。咱之所以有当时诚侪遮个世间的物件的努力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是咧追求遮个满足咱私欲甲人生的骄傲的物件。但是咧，耶稣甲咱保证啊，耶稣也有方法，通互咱得到完全的自由。所以，咱敢要得到好，你敢要得到好？当耶稣问即个半身不遂的人，即个问题的时阵，头起想即个人实在是无真大的兴趣。但是咱应该比即个人更较清楚，咱已经知影，即个世间上有一款真正自由的生命。你也知，家己是有法度通挖靠耶稣快乐来活的，咱通活伫耶稣的快乐内底，毋是咱家己的快乐，总是活伫耶稣基督的快乐内底，逐日经历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，就毋免继续活伫即个受着困着，感觉家己真无快乐，感觉家己无法度做啥物
志即款的光景的内底。今仔日，咱若是跟对耶稣的人，咱渴望搁再一摆行伫耶稣基督所应允的自由的中间，咱通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意爱搁再一摆得到你所想需的自由。求主你，互我搁再一摆活伫即个自由的内底。咱做伙来祈祷好无？听完的主上帝啊，主啊，你所讲的话拢是真的。耶稣基督，你到这个世间来，你就是要互遐受掠的得到自由。主啊，受捆绑的得到逃放。主啊，阮恳求即时你通来破除阮所有兄弟姊妹心上的锁链。主啊，迄互阮来得到压制，迄互阮通无法度活出耶稣基督你美好性命的。主啊，阮奉靠耶稣的名来斩断。主啊，你为阮做遮个代志了，阮也要家己听条主你的话，家己顺坦向灵的引带，通互阮会当继续行伫即个自由内底，活出一个无惊吓、无亚懒、无感觉亚神、无感觉咱的头脑无清楚、无感觉阮是受着压迫的。主啊，互阮活伫一个真正快活、真正开阔的所在。感谢主，你听阮的祈祷，阮就将家己、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